伫晚间杂志最近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年的施政满意度游玩表现亮眼，得到4.56%的肯定。尤其是观光休闲满意度82.6%，是六都第一。失业率更是六都上低，伫全台经济拢受到疫情冲击，也是有如此的表现，相当无容易。黄伟哲伫接受访问时谦虚表示，民调只是参考尔，还是要将本务做好。民调只是参考而已啦，我觉得就是还是原先的本务做好了。那反正现在各家媒体的民调很多元啊，之前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做的民调，我们反正都是参考。那推动市政还是照正常的步调来推动。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，台南市政府伫去年率先推动防疫安心上岗计划，提供线顶求职求财媒合。另外，阁办理4场大型、2场中型就业博览会，以及264场小型的征才活动，提供6万外个工作机会，降低疫情的冲击，增加民众就业机会。互台南的失业率更是六都上低，也互黄伟哲施政满意度来到7%的高分。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。现在各家媒体的